哥林多前書第10章，兄弟姊妹啊，我唔愛你哋唔知，我哋嘅祖先聽摩西在曠野所經歷嘅事，佢哋全部在雲嘅保護之下，平安經過紅海，在雲中，在海島，佢哋隆重兩世里同摩西結連，佢哋全部是同樣嘅靈糧。啉同樣嘅靈水，靈水係對同佢哋向下行嘅屬靈嘅磐石流出來嘅，嘅磐石就係基督，總係佢哋當中大部分係上帝無歡喜嘅人，所以佢哋嘅神事忘在曠野。呢一切事係我哋嘅感激，經過我哋唔好像佢哋一樣迷戀邪惡嘅事。佢哋中間有的人拜偶像，你哋唔好像佢哋一樣拜偶像，像聖經所講。一群人民坐下來太食太飲，起起來狂歡暢樂。佢哋中間有的人行淫亂嘅事，我哋唔好像佢哋一樣淫亂。佢哋因為淫亂，一日之內死得23000殺。我哋唔好像佢哋中間有的人一樣試探基督，佢哋因為試探佢，本殺咬死。你哋唔好像佢哋中間有的人一樣發怨言，佢哋因為發怨言，本執行毀滅嘅天使辭死。佢哋所讀到嘅呢條事，全部係一種嘅感激，接下來係愛做我哋嘅見解，因為我哋係在末世嘅時代，所以此人企得起嘅人，就愛死你，真唔會跌倒。你哋所讀到嘅試探，冇一樣係人愛唔起嘅。上帝係信實嘅，佢一天唔會本你哋讀到超過你哋所能忍受嘅試探。試探來嘅時，佢會賜你哋力量，本你哋愛得起。推你哋開一條出路，所以我親愛嘅朋友，你哋愛遠離拜偶像嘅事。我係看你哋做明理嘅人來講話，你哋自家也做得判斷。我講嘅錯也係唔錯。我哋啉足車過嘅比，敢唔係分享基督嘅血嗎？我哋食白開嘅餅，敢唔係分享基督嘅身體嗎？因為我哋只有一隻餅嘅，所分享嘅係強隻餅嘅，所以我哋人雖然多，還係一體。請看以色列人，佢哋是祭物嘅，就同祭壇發生關係。我按樣講係乜嘅意思呢？咁真經因為偶像老祭物本身係按重要嗎？當然唔係。我所愛講嘅就係、在異教嘅祭壇當所獻嘅祭物係獻本鬼嘅，唔係獻本上帝嘅。我唔愛你哋同鬼相交，你哋做唔得啉主嘅餅，又啉鬼嘅餅，做唔得參加主嘅作息，又參加鬼嘅作息。我哋愛亞主發現希望，我哋比佢較強希望。有的人講，乜嘅事咩做得？呢個話冇唔錯，仲係唔係各樣事全部有利益？乜嘅事咩做得？仲係唔係各樣事攏總會錯超人？無論乜人，唔好求自家嘅利益，愛關心別人嘅利益。市場所賣嘅肉，你哋攏總做得實，唔是為良心嘅緣故，查查悶悶。因為聖經講，天上留其中嘅萬物全部係主嘅，哪有唔信主嘅人？請你哋食飯，你哋也想愛去，按樣作當所拜嘅食物，放心去食，唔是為良心嘅緣故，查查悶悶。仲係哪有人對你哋講，嗰道食物拜過偶像？為到對你哋講話嘅人，也為良心嘅緣故，你哋就漠視。我所講嘅唔係指你哋嘅良心，係個人嘅良心。因為我做乜嘅，愛為到自家嘅自由，
本騙人嘅良心來論斷呢？既然我是存感謝嘅心來享受食物，做乜嘅愛本騙人？因為我所感謝嘅食物來批評我呢？總講，你哋無論做乜嘅，係食也係啉，攏總愛為榮光上帝來做。無論係猶太人、外邦人，也係上帝嘅教誨，你哋唔好害佢哋跌倒，你哋愛像我按樣行。無論乜嘅事情，愛本大家歡喜。我唔係求自家嘅利益，只有關心眾人嘅利益，為到使佢哋得救。